伫咧新德关尖石乡有一个强迫青梅富人人，伊翁婿过身了后，回来到尖石这个后头厝遮，伫一个空地仔顶头搭破棚厝住了半年。县政府发现了后，会同慈善团体去改送物资，而且也协助伊倒水厝。富人人在志工的帮助下，偷偷对红色的棚厝行出来。本身有严重糖尿病由阿嬷，双目视力只剩0.05，差不多要青霉啊，就拄拐啊才有法度行路，而且竟然住在这搭红色棚厝已经半冬的时间。没有别的地方去啊！我去年的10月19号到这里的，我没有煮饭哦，煮泡面。都是吃泡面。这3餐都吃泡面。他眼睛看不到，你怎么样？怎么生活？也是这样，慢慢的。由阿嬷的翁婿去年过身，孤身自内家搬转来尖石，生活嘛真吃力。这顶红色棚厝嘛是好心人送的。县政府最近知影了后，赶紧联络爱心团体，做伙送物资合作，而且各到3天岁厝要好大。我们社工平均1个月会上山3到4趟，去关心奶奶的生活状况，并给予物资。提供相关协助，透过公部门跟私部门的一个合作，来协助尤奶奶早日能够找到租屋处所，提供免费2年的租金，那每个月租金约4000到5000块，我们协会会支付2年来给奶奶，让奶奶有提供比较可以居住的环境。另外，志工也定期提供相关合作，帮助阿嬷看医生。志工大心的行为，让阿嬷再次感受到温暖。记者刘君和新店报道。